对于众生一切的根的自力的了知，或者对于一切的智处道的了知，那这些的了知10个力量呢，都完全奠基于这个4项的智慧才会发起这个实力。所以呢，佛有许许多多的功德，是我们凡夫众生很难去想象、很难思议的，是故说不可思议。那这里当然也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呢，正因为佛具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呢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以为佛陀就跟阿罗汉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们只能够说，佛也是其中的一个阿罗汉。因为就二圣解脱的境界来讲，二圣所证到的无余涅槃，佛一样可以证得。所以说，佛是阿罗汉之一，但是阿罗汉并不是佛。那么从我们2500年的就释迦世尊之后，接下来下生的也在经文中的记载也只有弥勒尊佛。所以在弥勒佛，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之间，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成佛了。